国防部对宣布戒严的1949年统计到2005年，这政治受难者尚无受16132人，人权是严重受到迫害。为着把这段沉重的历史讲予囡仔知，受剧团创作舞台剧《阿爸的白纸套》，你让这大人囡仔了解人权的重要性。请问大人啊，这参加读书会，敢有啥物问题？问题？你很快就会知道有什么问题了。主角阿辉因为少年时参加过读册会，去互政府以思想有问题的罪名奉送到火烧岛坐监。这是原始词剧团的台语亲主角阿爸的白纸套。主角毋但甲某囝分开，嘛强在受到敌务的事了爱搬厝。这是以白色恐怖做主题的故事。剧团表示，这款代志常常发生伫咧真侪受难家庭的成长过程。伊嘛希望透过戏，互大人囡仔拢通了解人权的重要性。阮敢若是咧单纯咧讲，咱台湾有咧发生这个代志，这个历史对大家拢足重要的。咱要为这个历史来了解，讲未来我们要安怎来珍惜这个自由的这个世界，要安怎真正有真正的言论自由。剧本嘛是有啦，毋过就是无啥会讲，交流了后就是会看甲愈较深嘛，会有家己的立场安尼。这出戏是剧团透过电影调查以后改编的故事，因有去拜访政治受难者甲家属。有同学表示对亲身交流、甲参与创作，对历史有愈深的认识甲思考。现场有侪家长带囡仔来看戏，有家长表示，像这款人权的议题，有当时无啥会晓讲互囡仔捌，家长认为这是足珍贵的体验。我感觉足好的代志，因为这议题足深的，我家己甲囡仔讲的时阵，也无讲遐好。我感觉有安尼的表演的时阵，互因仔去理解过去台湾发生啥物代志。家长表示真欢喜有这款亲子剧，通听台语，也通了解台湾的历史。现场有侪囡仔对剧争笑，也对得哭。剧团表示，阿爸的白纸套拍算要搬到4月13，有华语场，也有台语场。台语场配合台语家庭计划，通抢点。现场嘛有静态特点，希望互大人囡仔拢通了解人权和民主自由的珍贵。记者卢尚珠、柯炳杰、新北报道。